以天下事為事。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參與大型活動，人多擠迫，為咗大家嘅安全，請遵守秩序，聽從現場警務人員嘅指示。出發前最好先留意相關電子平台，了解有關嘅特別交通安排。請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參與大型活動，遵守秩序，保安全。90分鐘走遍世界。喺多倫多造價37億加元嘅新輕軌鐵路近日開通，原本預計只係需要大概半個鐘就可以行完全程大約10公里嘅路線。由於列車喺路口冇優先通行權，繁忙時間要行近1個鐘，比唔少馬拉松選手跑完10公里仲要慢，惹嚟不滿，市政府要提出改善措施。逢星期六早上10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108000里。擴展視野，提升競爭能力。成功領袖分享管理哲學與成功秘訣。與 CEO 對話，今集嘉賓安永中國主席陳凱。我人可能比較樂觀啲，會覺得每一件事總有正面同反面，就算嗰件事出嚟個感覺係反面，嗰件事已經嚟咗，就算保持一種好負面嘅諗法，其實改變唔到啲現實。與 CEO 對話，星期日下晝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即將聯播。健康無分年紀，健康不論貧富，健康資訊守護大眾，精靈一點，健康你主場。嚟到12月31號星期三嘅精靈一點，今日有江卓儀同埋余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你好啊 Danny。 你好，大家好啊！咁嚟到咧，即係12月30號啦，即係今年嘅最後一日啦，都係時候咧，好好審視下自己喺過去1年咧喺健康嘅習慣啦，或者係飲食等等上咧，有冇活得健康啊？咁如果要做到呢一點，當然最緊要咧就係吸收多啲嘅健康資訊，所以咧記住咧就要繼續黐實我哋精靈一點啦。而喺今日咧就會有2大主題咧同大家探討下嘅。喺第1個小時咧就會講下呢個扁桃腺發炎同埋膿腫啦。其實咧睇翻身邊嘅好多朋友咧都經常都會話自己扁桃腺咧都成日發炎啊，或者會有啲嘅健康問題㗎。而一批咧就係乖嘅，就係經過醫生咧即係診斷之後咧就得出呢個結論。但係唔少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聽到就係其實係自己撳下條頸嘅腮位啊，就話自己有發炎啊，有啲嘅唔舒服，但係就未必會去到求醫咁樣。你有冇咁嘅即係見到咁嘅朋友嘅狀況咧嚇？有啊，不過我諗都幾難分辨啦，即係要睇醫生嘅，因為同我哋平時上呼吸道感染有啲病徵都好近似。不過我自己都試過咧，就扁桃腺發炎其實真係好痛，吞啖口水都痛嘅。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去好好嘅預防啦？又或者如果即係處理得唔好咧，會唔會衍生有膿腫嘅問題咧？一陣間咧有耳鼻喉專科醫生咧就同我哋講下。冇錯啦，咁去到2點左右嘅節目時間啦，電台部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長者周邊神經退化呢個問題嘅，亦都會有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咁如果咧係有相關嘅健康問題啦，到時咧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 187231嘅。好，呢個時候咧先請出咧今日嘅第1位嘉賓啦，就係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邱其聰醫生咧，同我哋講下咧就係呢一個扁桃腺發炎同埋膿腫嘅。邱醫生你好。Dennis Sonia 你好。係啊，邱醫生，不如先請教下你啦。其實就係頭先都講緊啦，好多人咧自己撳下呢個頸側邊嘅腮位咧，好似有啲腫咗啊、脹咗，甚至乎有啲即係疼痛嘅感覺咧，就會話自己係扁桃腺發炎㗎啦。其實係唔係呢個位係咪真係扁桃腺啦？同埋會唔會好多病人都係咁樣走嚟問你嘅咧？都會㗎，其實好多時病人咧摸到頸都有腫塊咧，就話我扁桃腺發炎啊，咁樣嚟睇醫生。咁其實咧扁桃腺真正嘅位置咧，處於喉嚨深入嘅位置咯，響軟腭嘅兩邊一個比較會容易肉眼睇得到嘅一個淋巴嘅組織嚟嘅。咁好多時點解病人會摸到頸呢度嗰種腫塊就話叫做淋巴
叫做話扁桃腺發炎啦嚇。原因就係當扁桃腺發炎嘅時候，好多時頸部都會有啲淋巴核腫脹嘅，咁佢哋摸到嘅可能係呢個腫脹嘅淋巴核啦嚇。咁所以其實淋巴腫脹咧係同呢個扁桃腺有關，但係扁桃腺咧其實喺頸度係摸唔到嘅，係佢處於喉嚨深入嘅位置嘅。咁既然摸唔到啦，咁但係咧其實睇又睇唔睇得到咧？因為即係有時我哋話扁桃腺發炎好似係有啲特別嘅喎。其實扁桃腺咧你擘大口啦可能用口深呼吸嘅時候咧，你會望到咧響我哋喉嚨定兩旁啦，會有啲叫做腫脹嘅位置啦。咁其實嗰個就係我哋平時講嘅扁桃體或者扁桃腺啦嚇。咁如果當佢發炎嘅時候咧，佢會特別可能發大啦，或者過往曾經即係都有唔少病人有扁桃腺增生啊、肥大嘅一個情況咧，就會見到咧呢個比較腫脹嘅組織啦。係，而家我哋喺電視嘅畫面都見到，即係喉嚨入邊啦，好似有兩個即係腫咗嘅一個，即係咪扁桃腺嘅位置嚟嘅咧？就係冇錯啦，你見到圖片上面咧有啲白點嗰個位置咧，其實就我哋講嘅扁桃體啦嚇。正常嘅扁桃體咧其實冇咁大嘅，可能係細啲嘅，甚至有啲病人咧佢係比較肉眼唔係好容易睇得到嘅。咁但係當佢發炎嘅時候咧，佢會出現幾個唔同嘅一個症狀啦。一就係會喉嚨痛啦嚇，扁桃腺會發大啦，會腫脹啦嚇，咁甚至有時會發燒啊、唞氣啊、吞咽都會出現困難啦嚇。咁好似圖片當中咧，你見到白色嗰啲咧，其實係一啲扁桃腺上嘅一啲可能分泌物嚟嘅咁樣樣。咁如果佢腫得比較犀利咧，就會可能會阻塞到一般病人嘅可能唞氣同埋食嘢嘅功能嘅。不過我睇呢個圖片咧都幾得人驚但係我就以為呢啲係好嚴重啊，以為已經係膿腫，點知原來淨係發炎啫喎。咁如果平時即係我哋話扁桃腺嘅膿腫又係點樣嘅咧？其實扁桃腺膿腫咧係一個我哋講嘅耳鼻喉科嘅一個急症嚟嘅，需要咧係盡快咧去揾醫生咧去做一個適切嘅治療嘅。因為咧扁桃腺膿腫同扁桃腺炎最大嘅分別就係咧佢已經有形成一個化膿嘅情況，喺扁桃腺同附近周邊嘅肌肉咧中間咧會積咗一啲膿嘅一啲叫做分泌物啦嚇。咁當處理不當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咧沿住咧筋膜啦一直伸延到落去頸部啦嚇，越伸越落咧，其實有機會落到去胸腔嘅嚴重嘅個案嘅話，咁所以盡快咧要揾醫生去作出準確嘅診斷啦，甚至可能要做到手術嘅。即係呢一種嘅膿腫就係反而係驚佢嗰啲分泌物係喺體內自己去咗唔同嘅地方。咁如果喺口腔度，會唔會都見到有啲即係分泌物啊等等嘅喺度積聚咗咁樣嘅咧？如果扁桃腺膿腫咧，一般嚟講咧都會交俾耳鼻喉科專科醫生去處理嘅，因為第一啦就係個診斷需要準確啦嚇，因為扁桃腺膿腫同普通扁桃腺炎最大嘅分別咧，佢就係絕大部分咧都係同一邊嘅，佢係單邊，一係左一係右，就唔會兩邊一齊出現嘅。相反啦，扁桃腺炎咧，你見到圖片上面咧，佢係兩邊咧都會有扁桃腺腫脹同埋有白點嘅嚇。膿腫如果佢越嚟越嚴重啦，或者唔能夠及早去將佢清除嘅話啦，咁其實係會有機會生命危險嘅。頭先講佢有機會咧去蔓延到個感染啦，落到去頸部啊，造成一個呼吸嘅困難嘅。第一個反應會唔會係發高燒等等定係點樣？其實咧好多時當病人嚟睇醫生嗰時咧，佢話扁桃腺炎啦，或者可能佢轉介過嚟話扁桃腺腫脹嚇。咁有時我會發現一個都幾叫做明顯一個病徵咧，就係牙膠嚇。你發現咧，如果扁桃腺炎嚇嘅病人咧，佢牙膠活動咧就冇乜太大嘅問題嘅。咁但係當如果扁桃腺旁囊腫啦嚇，佢真係已經有化膿嘅情況啦，咁其實佢會有頸可能會有啲硬啦嚇，頸梗嘅情況，或者甚至咧佢會影響咗我哋一啲咀嚼嘅肌肉㗎嚇。咁佢可能咧會有一個叫做牙膠梗啊，擘唔大口嘅情況。咁呢啲咧我絕對建議病人就早啲去揾專科醫生去根治啊，或者去叫做確認係咪真係膿腫，因為去到呢個情況咧，可能咧已經比較危急㗎啦。係，因為同埋會影響其他嘅器官啦，咁所以就係一個急症嚟嘅。咁但係另一樣嘢聽咧，就聽落就好似唔係急症啦，就係扁桃腺嘅一啲結石喎。咁又係啲咩咧？都好多病人因為扁桃腺結石嚟求醫嘅。咁其實好多時病人第一個會形容俾我哋聽嘅病徵就係佢話醫生我食晒嘢咧，攞咗粒好似飯出嚟喎，攞咗粒米出嚟喎。咁其實咧扁桃腺結石咧嘅外形咧，可以見到圖片上面咧，其實係一啲好似白白黃黃嘅一粒圓點咁樣樣嘅，所以有病人就形容話好似一粒米。咁但係咧佢當你有時將撳扁咗啦，咁你會發現咧佢有一啲異味嘅，或者有啲臭味嘅嚇。咁所以扁桃腺結石咧，其實佢係一啲扁桃腺嘅一啲深坑裡面咧
積聚咗一啲可能食物殘渣啊或者細胞啊分泌物，從而鈣化咗形成咗一啲結石咁樣嚇。咁佢會有唔同嘅病徵啦嚇，因為喉嚨扁桃腺有啲石可能會有異物感啦嚇，梗住咗唔舒服啦嚇，增加咗扁桃腺發炎嘅機會啦嚇，因為面頭咧都好多細菌嘅喎嚇，甚至咧佢咧會有令到病人有一個口臭嘅情況嚇，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要幫病人去可能解釋呢個情況，或者去幫助協助處理呢啲嘅病嘅。係，而家見到圖片右邊就係喺個手度，即係攞住嗰粒結石啦。咁其實咧，因為始終喺口腔位置啊嘛，通常咧有呢個問題嘅話，會唔會好多時係會脫落之後係吞咗，定還是都真係會可能攞出嚟睇到嘅咧自己？係啦，咁扁桃腺結石同其他可能身邊即係身體嘅器官啲其他石啊、腎石、膽石嗰啲就唔同嘅，佢係唔會話構成一啲好嚴重嘅一啲健康風險嘅，但係佢會即係造成好多社交嘅不便啊，例如口氣啊或者喉嚨成日不適啊呢個咁嘅情況咯，同埋亦都會增加咗扁桃腺發炎嘅一啲風險嘅。咁所以有時咧，醫生咧會用儀器咧幫病人移除一啲嘅扁桃腺結石啦嚇，可能細嘅好似粒米咁。我哋曾經試過有病人佢嘅扁桃腺結石咧大到咧好似成隻牙咁大都有嘅。咁所以你哋可以想像到其實佢對個病人嘅個喉嚨嘅不適咧都會幾明顯嘅。咁要係會有機會自然脫落，定還是點都係要即係醫生清除先至會跌落嚟嘅咧？其實咧係如果少嘅一啲扁桃腺結石或者比較表面咧，其實可以自己脫落嘅，咁亦都唔吞咗佢都冇乜問題嘅。OK， 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佢喺扁桃腺上面有好多嘅深坑，可能佢唔單止得一個位置，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結石嚇，咁所以咧好多時佢面頭亦都有好多細菌咯嚇，有機會增加咗佢一個叫做扁桃腺感染或者慢性扁桃腺炎嘅一個機會嘅。咁當然啦嚴格嚟講咧，扁桃腺結石咧係唔一定需要去做切除扁桃腺啊，或者去長期食抗生素呢啲治療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造成社交嘅不便咧，都有機會可以求醫去揾出解決嘅方法嘅。同埋都頭先聽咧，都同一啲即係可能細菌有關啦。咁如果真係譬如一啲引起扁桃腺發炎又係啲細菌感染啊咁我哋係有冇同我哋日常生活食嘢啊，或者係一啲作息係有關係嘅咧？係好多病人都會嚟問醫生啦其實醫生我成日喉嚨痛啊，扁桃腺炎係咪食得太多熱氣嘢啊？咁我成日都會同病人講，其實即係西醫就冇咁講啦嚇。咁但係當然真係叫做我哋一般建議病人就係唔好有煙酒啦嚇，減少一啲可能胃酸倒流啊，保持口腔嘅清潔啊、牙齒清潔啊嚇，即係唔好有牙周病啊或者蛀牙呢啲都有機會咧減少咧口腔嘅細菌啦嚇，改善口腔嘅一個叫做健康狀況，有機會減少到呢個扁桃腺炎嘅情況。咁當然有時病人真係做足晒呢啲啦嚇，都仍然都會成日出現一個扁桃腺炎，咁嗰啲可能就係我哋講緊慢性扁桃腺炎咯。同埋我就有一個即係諗法咧，就係如果嗰啲人咧瞓覺有睡眠窒息啊，或者成日擘大個口瞓覺嘅，會唔會個口即係乾一啲，又容易啲有細菌感染嘅咧？理論上即係最好嘅建議當然係我哋用鼻呼吸啦嚇，即係唔好張個口，因為有時用口呼吸都會影響到可能口乾啊、口氣啊、喉嚨唔舒服啊呢啲，或者有時小朋友影響個面型嘅發育咯嚇。咁所以最好咧，如果真係發現成日小朋友用口唞氣啊，或者有好多鼻鼾聲咧，都及早揾醫生去處理，即係趁佢即係發育未完成之前咧，都可以去及早得到治療咯嚇。因為有時即係小朋友因為扁桃腺大而導致嘅睡眠窒息啦，其實係可以及早醫治嘅。係啦，正我就係想問啊，可能調翻轉去睇啦，其實有睡眠窒息或者有鼻鼾啊，或者會擘大個口瞓，係咪都係調翻轉因為個扁桃腺出現咗問題引致嘅一個症狀嚟嘅咧？可以係非常之好嘅問題。其實扁桃腺絕對係我哋上呼吸道一個好叫做重要嘅位置啦嚇。如果當佢發大肥大咧，其實真係會阻住呼吸嘅。尤其是小童為例啦嚇，咁佢哋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呢個扁桃體啦，或者我哋嘅鼻後嘅一個腺樣體增生啦，而導致一個呼吸嘅阻塞，從而變成咗睡眠窒息症嘅。原來咧當我哋處理咗呢啲肥大嘅組織之後咧，其實好多時小朋友嘅鼻鼾啦，或者睡眠窒息症咧可以得到改善，甚至原來有研究顯示咧可以改善佢哋嘅學業嘅。因為瞓得好啲。係啦，即係可以集中到上堂，唔使成日瞌眼瞓咯。係。咁但係邱醫生啱啱提到兩樣嘢啦，發大同肥大啦，係咪同一件事嚟定還是其實會有分？可能有啲人天生結構上扁桃腺係比較大啲嘅，有啲人係因為一啲後天嘅原因令到佢變得大咗咁樣嘅咧？其實
扁桃腺大咧，其實我哋都有分唔同嘅大 size 嘅，即係可能佢有一個叫做grading 嘅分，可能1至4咁樣咯。咁如果佢真係大得比較犀利嗰啲啦嚇，咁其實叫做真係有機會要考慮去做個移除咯嚇。咁至於佢嘅成因啦嚇，咁其實就冇一個單一成因嘅，即係而家暫時即係醫學上都冇話某啲病人就會容易啲腫脹，某啲就會少啲嚇，或者係咪喉嚨發炎咗就一定會腫脹都唔一定嘅嚇。咁但係我哋暫時都相信咧係一個重複性嘅感染咯，或者重複性嘅一個刺激咯，令到扁桃體咧越嚟越脹，而佢再唔能夠收縮，咁就會變咗肥大呢個情況啦。咁另外頭先都有提過，即係譬如可能小朋友都要即係及早處理啊咁。其實有冇話咩年齡咧會係高風險啲有呢個即係扁桃腺嘅問題嘅咧？其實好多時咧好似除咗扁桃體之外啦，有個鼻後嘅一個腺樣體啦，咁佢隨住年紀增加咧，都有機會咧慢慢收縮㗎。但係好多時病人喺可能大概4至6歲呢個年紀啦，咁佢可能個面型又未完全發育啊嚇，而個腺體咧亦都處於一個比較腫脹嘅時候，咁都幾常見喺呢個年紀咧係要去做一個扁桃體或者腺體嘅一個移除，去改善小朋友嘅睡眠質素嘅。講開年齡呢個問題，尤其是關注緊小朋友啦。其實睇翻好多時，小朋友都比較容易病啦，即係感冒嘅情況啊，或者係其他咳嗽等等經常出現，都要睇醫生嘅。會唔會都因為呢一啲嘅問題咧，令到個扁桃腺都不停受損啊等等，亦都會加深咗扁桃腺炎嘅風險咁？其實扁桃腺炎嘅成因咧，好多時都係外在嘅一啲感染物啦嚇，最常見係病毒嘅其實嚇，咁可能平時我哋講嘅流感病毒啊，或者可能傷風嗰啲病毒咧，都係可以咧導致扁桃腺有腫脹嘅情況。咁啊，另外就係細菌感染啦嚇，細菌感染咧呢個都係一個要值得注意嘅，因為一般嚟講啦，細菌感染可能諗住食咗藥就可以好返啦嚇，咁但係某啲嘅細菌啦，例如一啲叫鏈球菌啦嚇，一啲叫Group A 嘅一啲嘅鏈球菌啦，咁其實佢有機會咧衍生一啲嘅後遺症嘅嚇，咁其中2個嘅後遺症咧就係一個會影響心瓣嘅嚇，一個叫做都有機會咧影響呢個叫做腎臟嘅一個腎小球炎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如果當我哋醫生懷疑係有細菌感染啦嚇，咁我哋都會有機會處方抗生素嘅，去避免呢個後遺症嚇，咁啊呢啲後遺症咧有機會係長期嘅。咁聽落即係咧，有時有啲朋友話：我應該唔會傳染，因為我係扁桃腺發炎，即係我唔係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但係頭先咁聽落，其實係咪會傳染嘅咧？其實因為扁桃腺發炎嘅成因有好多，咁其中包括病毒同細菌啦，咁所以理論上係有傳染嘅風險嘅。所以你喉嚨痛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戴翻口罩啦，注意翻清潔啦，避免同家人或者小朋友接觸啦。咁呢個絕對係正確嘅。咁如果係自己頭先都講緊有個問題，就係會一個即係重複性嘅感染等等啦。通常係邊一類嘅病令到有呢個重複性感染會出現嘅咧？冇錯，其實我哋講緊慢性扁桃腺炎啦嚇，咁當佢嘅次數咧去到越嚟越密啦嚇，咁可能一年去到6次啊7次以上啦，或者可能幾年都有一個比較密嘅，可能3年裡面都有每年都有3次以上啦。咁其實咧已經可以界定為佢係適合咧去考慮移除扁桃腺嘅嚇，因為慢性嘅扁桃腺炎咧會導致幾個唔同嘅情況啦。一可能影響小朋友嘅學業啦，成日要睇醫生啦，長期服用抗生素啦嚇。咁當然仲未計，可能病人成日都要休息啊，或者係喉嚨嘅病徵影響佢日常生活咯。有時仲會有頭先講嘅結石啊、口氣啊等等嚇，有機會佢肥大，亦都會阻塞佢吞咽同埋呼吸嘅情況。咁所以咧慢性扁桃腺如果佢比較頻密嚇，即係或者個扁桃腺發作比較頻密咧，咁其實咧要早啲去揾醫生去即係作出正確嘅治療咯。頭先就講到即係有機會即係要切除嗰個扁桃腺啦，但係翻轉頭其實扁桃腺自己本身係咪都有個功能嘅咧？如果有同埋冇有啲咩嘅分別嘅咧？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好，因為好多家長啊或者係即係病人啊都會問啊，其實我移除咗扁桃腺之後咧，其實會唔會影響佢日常生活㗎？咁原來研究顯示咧，移除咗扁桃腺之後咧，其實係唔會增加嚴重感染嘅風險嘅。咁當然啦，扁桃腺佢自己本身都有個功能嘅，就係一個叫做防禦嘅一個系統啦，我哋免疫系統嘅一部分啦。因為佢係淋巴組織裡面有白血球啦，咁都係會叫做我哋有俗稱叫做第一道嘅防線嚇。咁但係當可能
病人，即係或者係我哋成年人啦嚇，嗰個免疫系統已經成熟啦嚇。其實仲有其他淋巴組織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嘅，係唔需要咧，好似移除咗其他好似甲狀腺咁啦，要食長期補充劑係唔需要嘅。因為佢第一個防線好似喺呢一度啦，就驚咦如果冇咗嘅話，會唔會容易啲有上呼吸道嘅感染？係好多家長都有呢個擔心嘅咧。其實真係常常都會有呢個疑惑嘅。咁但係研究顯示咧，移除咗扁桃腺咧，其實就唔會增加嚴重嘅感染嘅風險啦。咁當然你話小朋友移除咗好細嘅小朋友，咁會唔會容易啲傷風感冒？呢個真係有可能，但係一般嚟講，移除咗我哋咁多即係大部分嘅病人移除咗扁桃腺之後咧，對佢嘅成長啊同發育咧都冇大影響。係，我諗相信要去考慮做唔做呢一個即係扁桃腺嘅移除咧，就先要睇翻扁桃腺本身嘅問題喺邊度啦。頭先都為大家咧介紹咗幾種唔同嘅問題啦。咁究竟每一個問題去到醫生度啦，要做啲點樣嘅檢查，去到確診啦，同埋之後嘅跟進，究竟點樣去到處理咧？稍後咧繼續會有邱其聰醫生咧同我哋慢慢講解嘅。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下晝1點半，由盧子清報道新聞。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眉表示，蘭桂坊一向係香港慶祝跨年嘅熱點，加上旅發局喺中環舉辦倒數活動並有光影匯演，預料吸引到大批市民同旅客到中環一帶，有助帶動蘭桂坊餐廳同酒吧嘅生意。相信今晚會非常熱鬧。目前有倒數活動嘅餐廳訂座率已經有8至9成，預料部分會營業至到凌晨5至6點。佢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到蘭桂坊消費嘅7成以上係本地市民，內地客人佔比重亦都好重要。近期多咗歐美顧客。佢又話，聖誕假期有唔少市民外遊或者北上消費，蘭桂坊嘅氣氛較舊年弱，但係生意方面，唔少餐廳推出早鳥優惠，生意有一定保證。至於定價就唔敢進取，並提供優惠或者折扣，希望多做生意同留住客人在港消費。解放軍東部戰區喺過去嘅星期一開始組織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兵力喺台島周邊開展正義使命2025演習。喺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張含表示，解放軍有關軍事行動係對台獨分裂勢力同外部勢力干涉嘅嚴正警告，係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嘅必要正義之舉。任何外部勢力妄圖介入台海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必將喺中國人民解放軍嘅銅牆鐵壁面前撞得頭破血流。張含指出，賴清德當局搞台獨分裂活動，冇原則媚外，冇底線賣台，不惜犧牲台灣經濟發展同民生福利，喺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釁、窮兵黷武嘅邪路上狂奔，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嚴重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同台灣同胞切身利益。對於任何台獨分裂行徑，絕不容忍，絕不姑息，必將痛擊。連接英國同歐洲大陸嘅英倫海峽隧道電力供應出現故障，來往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同布魯塞爾嘅所有歐洲之星列車喺星期二大部分時間停運。歐洲多地正值冬季假期出行高峰期，4個城市有數以千計乘客嘅出行計劃受影響。呢次服務受阻，由架空電力供應故障引起。歐洲之星高速鐵路公司喺當日稍後表示，呢條長50公里嘅隧道已經部分重新開放，列車服務正逐步恢復，但警告電力故障仍然存在，強烈建議所有乘客延期出行。營運隧道基礎設施嘅歐洲隧道公司表示，呢次故障係技術問題，冇任何蓄意破壞或者惡意操作嘅嫌疑。
公司將會喺星期二晚同星期三加開列車班次，緩解積壓嘅客流。天氣方面，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元旦短暫時間有陽光，風勢頗大，晚上轉吹北風。隨後一兩日氣溫顯著下降，最低氣溫大約12度，漸轉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下週初朝早仍然清涼。而家氣溫20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經濟行情報導。恒生指數報25,630點，跌224點，總成交金額1189億6千幾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975點，升10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567點，跌36點。部分港股造價：恒生中國企業91個2毫6，跌7毫6。騰訊控股599蚊，跌1蚊；阿里巴巴142個8，跌個7；盈富基金25個8毫2，跌2毫4；中芯國際71個4毫半，跌1蚊5仙；紫金礦業35個6毫6，升3毫；美團103個3，跌1蚊；小米集團39個3，跌6仙；普普馬特187個7，跌3個1；三花智控38個3毫2，跌1毫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56.6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7，人民幣6.989，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港金報40,330蚊，跌1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0.49美元，賣出433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交通消息直擊報導。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紅磡文裕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就係文裕街介乎碼頭圍道與民樂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指路面情況，睇下港島區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馬地方向，而家龍尾去到香港演藝學院，仲有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係車多㗎，龍尾去到嘉寧街。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方向。最後提提大家啦，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已經通車，司機可以經油麻地交匯處用繞道由啟福道直上去觀塘繞道。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2026年1月1日開始擴大法定禁煙區，幼兒中心、學校、院舍、醫院及指明診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3米範圍將會禁煙。另外，排隊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輪候進入指定地方時，都會禁止吸煙。吸煙罪行定額罰款亦會增加至3000蚊。詳情請瀏覽控煙酒辦公室網頁。港台電視31國劇830，我是刑警。由於和偉飾演嘅男主角秦川，一開始係派出所普通民警，勇敢機智，喺師傅同好友葉茂生犧牲之後，更加堅定捍衛正義，先後偵破多宗大案，最終晉升成為刑偵總隊長。國劇830，我是刑警。星期1至5晚上8點半，港台電視31。肥胖係全球頭號健康殺手之一，公眾對自身肥胖狀況嘅認知出咗咩偏差？專家會點樣協助肥胖人士減重，幫佢哋重獲健康人生呢？電視節目《鏗鏘集之》伴你同行，
星期四晚8點，港台電視31。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即將聯播。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繼續請嚟有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邱其聰醫生同我哋講下啦，扁桃腺發炎啦同埋膿腫嘅問題嘅。邱醫生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係啦，上一節咧就講緊啦，就係哇，其實原來即係扁桃腺嘅問題可以都分幾大種類啦，嗰個病徵啊或者影響上都幾唔同下嘅。好啦，咁但係始終都係我哋嘅節目引子都話啦，好多人咧都係自己覺得扁桃腺有事啦，又或者可能係喉嚨痛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係同扁桃腺有相關嘅問題啦。咁好啦，去到醫生嗰度咧，其實你哋又會點樣做檢查？去到睇下究竟係扁桃腺嘅乜嘢問題咧？又會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啦，有喉嚨痛咧，都未必即時會去睇到耳鼻喉專科醫生嘅。有時可能睇咗附近嘅普通科醫生啊去睇嘅。咁但係有時候咧原來有時食完藥啊，或者係經過治療之後咧，都仍然未好翻啦，咁就會轉介咗嚟俾我哋耳鼻喉科去睇啦嚇。咁常見嘅喉嚨痛成因可能即係平時我哋講嘅傷風感冒啊、喉嚨感染啊、一啲急性嘅扁桃腺炎啊嚇，呢啲咧都好多時可以用藥物啊，或者甚至有時如果係細菌感染嘅情況，可以用抗生素去治療啦嚇。咁但係咧亦都有情況咧，好似頭先講嘅，例如扁桃腺膿腫嘅情況啦。咁其實嗰啲係需要專科醫生去做診斷咯，同埋甚至咧要去做手術嘅治療嘅。OK， 咁所以好多時如果喺診斷方面啦，我哋除咗會用攞病歷啦嚇，會做一個耳鼻喉科嘅臨床檢查啦嚇，亦都有時要牽涉到用一啲可能內窺鏡嘅檢查嚇，去睇清楚會唔會除咗扁桃腺以外有其他嘅一啲病啦嚇，例如可能小朋友有時頭先講嘅腺體肥大啊、腺樣體肥大啦嚇，有時可能喉嚨其他位置嘅一啲感染啊嚇，甚至如果譬如頭先講唞氣可能或者吞咽出現問題嘅時候咧，都要檢查清楚會唔會有喉嚨比較深入部位嘅一啲可能會厭嘅一啲嘅感染啊咁樣嚇，咁呢啲咧都係需要我哋去檢查清楚咯嚇。咁有時候咧都會需要可能攞一啲喉嚨嘅一啲嘅分泌去做化驗啦，檢查清楚係咪一啲細菌感染。咁但係有時咧即係因為化驗需時啊，好多時醫生咧都會考慮先開抗生素啦嚇，就唔好話等到驗咗嚇，等咗幾日之後翻嚟先至慢慢去開藥。有時如果懷疑有細菌感染咧，都會先開抗生素嘅。頭先睇到個檢查咧，都係要用嗰個喉鏡去做檢查，都入到幾深入嗰個位置啦。我想問咧，其實需唔需要有啲麻醉嘅情況，或者如果小朋友即係年紀細啲，咁做唔做到呢個檢查嘅咧？係好問題，因為好多時咧，其實而家我哋可以響診所或者日間中心都可以做到呢個喉鏡檢查嘅。咁當然如果一般嘅可能好似喉嚨痛啊、時間短或者情況唔係太嚴重咧，係未必需要做到喉鏡嘅嚇。一般嚟講係留俾一啲可能一般治療未見效啊，或者係個病徵比較持久啊嘅病人咧，先至去做到喉鏡嘅一個檢查咯嚇。最緊要係排除一啲有冇其他耳鼻喉科嘅一啲疾病咯嚇。咁亦都有時候頭先講啦譬如腺樣體嚟講啦嚇。咁如果受感貧肉眼係睇唔到，因為佢係處於鼻咽比較深入嘅位置嚇。咁可能有時小朋友做 X 光啊，或者係一啲影像啦嚇。咁另外一個選擇就係做內窺鏡，都可以檢查清楚裡面鼻咽啊或者喉嚨比較深入嘅位置啊，或者聲帶啊嘅呢啲位置咧，都係需要喉鏡嘅檢查，會睇得比較清楚。咁至於麻醉方面啦，其實坦白講咧，呢個檢查咧嘅辛苦程度唔係好辛苦嘅啫嚇。小朋友啦，有時有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做得到嘅嚇。咁所以咧佢有時如果病人可能個鼻哥比較或者喉嚨比較敏感啦，其實可以有啲局部嘅麻醉可以噴嘅。咁一般嚟講咧，可以話絕大部分9成9嘅病人咧都係好順利嘅喺呢個檢查上面嚇。咁同埋佢即係叫做呢個檢查咧係喺清醒情況底下做嘅。咁所以咧有啲咩事咧可以講醫生慢慢咁樣，我哋咧都通常都好順暢嘅。係頭先都話，可能如果已經一開始係懷疑係細菌性感染，都會先行咗抗生素先啦，因為都想爭取嗰個治療嘅時間啦。咁但係都有機會去種菌，睇下究竟係咩菌噶嘛。好啦，咁做完呢個步驟幾日後啦，有咗個
個 result 有個結果啦。咁嗰個抗生素嘅跟進咧，會唔會係因為某啲菌或者某啲情況之下，就要繼續長遠地要去一個比較徹底嘅治療？有時咧我哋化驗咗或者種咗菌翻嚟咧，就會睇下佢係咩細菌啦嚇，亦都睇下細菌究竟對邊種抗生素係有反應嘅，因為有時有啲細菌咧可能係有抗藥性啦，咁所以咧某啲抗生素係冇效嘅。咁我哋至於譬如抗生素用邊一種咧，有時都視乎究竟嗰隻菌咧，一般嚟講係對邊隻藥係有反應嘅咁樣。咁好多時啦，其實喉嚨都係啲鏈球菌啊、金毛葡萄球菌啊呢類嘅菌啦。咁所以咧我哋常用嘅抗生素一般嚟講咧都可以處理得到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膿腫嘅問題啦，咁都係用抗生素去治療啦。但係啱啱講話係急症嘅喎，如果佢真係腫得比較犀利，會唔會需要即時即係放膿呢一個嘅步驟㗎？非常好啊！原來咧扁桃腺炎咧，一般嚟講咧，我哋用藥物咧都可以治療得到嚇，甚至如果病徵輕微咧，有啲甚至唔需要用到抗生素都可以舒緩到一啲可能病徵上嘅一啲治療啊、消炎止痛藥啊，或者係術後咧都可以改善到個病徵啦。但係去到膿腫咧就唔係咁簡單啦因為咧膿腫頭先講咧係個急症啦嚇。咁點解係咁危急咧？因為個感染咧佢係如果處理不當咧係會蔓延去其他地方嚇，甚至有時如果當嗰個膿腫咧落到去頸啊，要喺頸度咧做一個創口咯嚇，甚至咧如果落到胸腔咧，甚至係有啲病人咧要去深切治療度觀察添㗎咁樣嚇。咁所以咧喺治療膿腫方面咧係要爭取時間嚇。咁當然啦，第一個治療嘅方式啦，頭先講啦係可以試下放膿嘅。喺診斷上面咧，醫生咧有機會要喺膿腫嘅位置或者腫脹好多時單邊嘅，咁咧可能醫生要試下抽取睇下見唔見到有化膿嘅情況。如果有咧，就會安排去做放膿嘅治療嚇。咁喺治療上面咧都有唔同嘅選擇嘅嚇。有醫生會選擇咧喺可能幫佢做個放膿啦，喺診所或者喺醫院度幫佢做一個放膿，咁啊舒緩咗積膿嘅情況嚇。咁但係原來咧當病人試過扁桃腺旁積膿咧，其實即係呢個叫做膿腫嘅情況咯嚇，佢之後咧會增加再一次出現呢個膿腫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將來咧有機會要安排翻一個扁桃腺切除啦嚇，去確保佢之後唔會再出現啦，因為呢個係比較危急啊嘛，所以都唔想病人再一次再經歷多一次。係咁都講緊話危急啦，再加上嗰個膿咧都會去到身體唔同嘅地方啦。有冇機會可能見到有膿腫嘅問題之後，其實要做埋身體其他啲比較徹底嘅影像檢查等等，去到即係防止即係最唔理想嘅狀況咧？冇錯，頭先講到咧，如果當病人嘅病徵係比較嚴重，可能即係頸已經可能梗咗，或者頸有腫脹啦，或者牙垢可能都已經活動出現困難啦。其實我哋都必須咧有機會配合埋一個影像嘅，好多時會選擇電腦掃描影像，會睇睇嗰個化膿嘅位置咧去到咩位置。如果化膿嘅位置仲係響局部嘅，可能響扁桃腺旁嘅，係可以咧用放膿嘅情況啊，亦都有醫生選擇同時間移除扁桃腺，咁病人就唔需要再一次入院去移除扁桃腺啦，同埋響清除膿嘅方法度咧嘅清理嘅程度咧會更加理想。但係如果相反，當嗰個化膿嘅情況已經落到去頸部或者係更加低嘅位置咧，可能要響頸度做一個創口去清理嘅。咁但係喺呢個清理嘅當然啦，就會變得比較繁複啦，同埋頸部咧好多時都會有腫脹嘅情況，需要住院比較長，同埋用藥嘅時間要更加長。咁如果真係發緊炎啊，或者好嚴重，咁我諗即係醫生都會幫佢即係去傾啊，可唔可以即刻去切除啦？但係若然好翻嘅時候咧，即係有時候人就會係諗下噶嘛，即係咦我而家又冇事咯喎，究竟我應唔應該去切除個扁桃腺咧？點樣去平衡嗰個好壞咧？其實我哋平時咧都成日同病人去討論咧，究竟做扁桃腺移除嘅需要㗎頭先講過幾個唔同嘅成因啦，可能我哋要考慮同病人去討論嘅。一就係當扁桃腺嘅發炎次數好密啊，一年咧可能6次以上嘅一個發炎啦，咁都好密啦，即係每1-2個月一次啦，係啊，咁都唔想成日都要睇醫生食抗生素啦。咁咧或者係幾年咧都有可能3次以上啦，咁都要即係都好密啦，都係時候去考慮啦。第二啦，就係頭先講有可能睡眠窒息啊，或者有影響呼吸嘅情況。咁如果扁桃腺頭先肥大啦影響到可能鼻鼾啦缺氧啊嘅情況咧，咁啊更加要考慮呢個治療嘅方式啦。第三原來咧頭先都未提及嘅就係咧扁桃腺如果兩邊有唔對稱嘅情況，可能一邊大咗另外一邊咧就係正常嘅大細咧，咁其實都要考慮去化驗，因為可能咧扁桃腺都會有病變嘅。如果年輕嘅病人可能係一啲淋巴嘅病變啦。
而可能一啲可能有煙酒嘅人士，又或者係接觸過 HPV 病毒嘅病人咧，咁我哋會懷疑係啲鱗狀細胞嘅癌症響邊條線就走出嚟，咁可能咧都要做翻適當嘅化驗啦，去確認嘅。咁呢啲情況有懷疑咧，都係要做邊條線切除啦。咁另外頭先講啦，邊條線膿腫嘅病人啦，或者曾經試過邊條線膿腫咧，都建議切除嘅，因為點解會膿腫咧？好多時都係扁桃腺裡面嘅細菌咧走咗去旁邊嘅一啲肌肉位置嚇，咁啊亦形成化膿，咁梗係個扁桃腺啦，梗係有菌啦，咁所以咧如果再有得佢喺度咧，有機會增加將來再有化膿嘅機會，咁所以就要做切除咯，避免將來再復發。好啦，咁啊可能講做之後有冇啲乜嘢嘅要留意嘅地方？之前做嘅嗰陣時啦，咁呢個手術有冇一啲嘅風險喺度又要留意嘅咧？其實扁桃腺嘅手術咧，其實都好廣為家長啊或者係病人接受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喺移除方面，好多時病人都問有冇微創嘅方法啊，或者有冇疤痕㗎？咁其實咧顧名思義，扁桃腺切除咧係我哋擘大口咧就可以喺喉嚨度切除嘅。咁所以咧係唔需要任何外在皮膚上嘅創口咯。咁亦都咧做完手術之後咧，好多時病人咧都見冇乜個明顯嘅痕跡嘅。OK， 咁所以咧都好容易接受啦嚇。咁當然啦，佢手術最多病人會講嘅就係手術後嘅痛楚啦。因為咧，我成日都舉個比喻，你生粒飛滋都痛成個禮拜啦。如果你移除2粒扁桃腺咧，其實個傷口咧都唔會話太過細嘅。咁所以咧，頭1-2個禮拜咧都要可能食一啲比較清淡少少啊。初頭可能食一啲流質啊咁樣啊。咁所以間唔中啦，可能即係有朋友做過扁桃腺咧，你都會見到呢排你食得好清淡喎，流質喎嚇，就因為做完扁桃腺食呢啲咧會比較舒適少少啊。咁最後都有個罕見啲嘅機會就係流血啦。OK 嚇，咁雖然咧醫生通常都會做一個好精確嘅止血嘅一個過程咯。咁但係有時可能手術後都會有細菌嘅感染嘅，咁導致咧有出血嘅情況。咁呢啲通常都係少數同埋可處理嘅，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係，不過咧頭先就話扁桃腺有兩邊㗎嘛，如果有即係貪心啲，又想有翻個功能啦，又想即係解決咗個問題，咁又可唔可以切啲唔切啲，或者即係切一邊唔切一邊得唔得嘅咧？其實一般嚟講啦，我哋都會建議就係移除整個扁桃腺啦嚇。咁如果係慢性扁桃腺炎為例啦，或者係阻塞性啊，即係肥大為例啦，其實咧通常都牽涉到兩邊嘅，咁通常都會兩邊一齊移除。咁頭先講嘅一啲嘅情況，例如膿腫啊，或者係單邊嘅扁桃腺增生或者懷疑腫瘤咧，其實只可以有機會考慮只移除一邊嘅咁因為佢嘅病變咧，通常只係喺同一邊。OK， 咁但係喺膿腫為例啦，有時病人都會同醫生講話醫生可唔可以移除埋第二邊？我唔想第二邊都有膿腫喎。咁當然都可以同醫生去商討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嘅選擇。我諗有啲病人有呢個諗法，就可能一來係出於即係心理因素啦，覺得會唔會冇咁痛啊，少啲傷口。另一個諗法咧就係始終扁桃腺同人體嘅免疫力係好有關係啦，都會驚到就如果我移除晒即係兩邊嘅話，對於嗰個免疫力嘅影響會喺邊度咧？呢樣嘢又會點樣同病人解釋咧？非常多嘅家長或者病人都會問移除咗之後會唔會有後遺症？咁頭先我哋提過啦，研究顯示咧移除晒扁桃腺之後咧，其實即係我哋講嘅一個叫做扁桃體啊，即係軟腭兩邊嘅扁桃體啦。其實咧唔會增加咗病人一個叫做嚴重感染嘅風險，亦都對病人嘅健康咧冇長期嘅影響嚇。咁因為咧其實我哋上呼吸道嘅一啲淋巴組織咧，唔係淨係得扁桃體嘅咁咧仲有一個鼻後嘅腺體啦或者係舌頭根部嘅一啲淋巴組織啦，咁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叫做防禦嘅一個功能嘅，同埋一般身體健康啊、免疫系統正常嘅成年人咧移除扁桃體咧係唔會影響咗佢嘅免疫系統功能嘅。係好啦，免疫力影響就不大冇啦，或者可以話咁，但係對於嗰個身體有病嘅警號上，會唔會有分別嘅咧？有啲人就話其實你喉嚨痛等等都係提醒你有病啊嘛，冇咗呢個扁桃腺，會唔會呢啲警號啊信號都會弱咗，甚至乎冇咗嘅？係啦，我哋成日咧都會同病人去討論或者溝通嘅，就係咧扁桃體咧究竟佢嘅益處同埋佢嘅壞處啦，邊樣多啲啦嚇？我哋衡量一下。咁如果當扁桃體佢嘅發炎次數好似頭先講啦，1年成6-7次喎，甚至更加多嚇。咁
其實佢個壞處係絕對多過佢一個好處。我哋有時形容為佢係一個發炎嘅源頭啊，佢唔係幫你身體健康嘅一個器官啦，而且佢即係反而佢變成咗一個負累。咁移除咗佢咧，其實可以清除咗裡面頭先講嗰啲結石啦。咁其實有啲慢性扁桃腺炎咧，其實我哋即係研究顯示發現佢係一種叫 biofilm 或者細菌膜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細菌咧係長期依附住響扁桃體裡面一啲深坑或者嘅表面啊。咁呢啲咧食藥啊、抗生素啊或者係朗口咧都唔能夠清除嘅，因為細菌膜咧係比較頑固嘅。有時真係要靠手術移除咧，先能夠將佢全部嘅細菌咧根治咗佢。頭先講到即係就咁朗口都未必係即係有效噶嘛。咁但係咧，即係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朗口嘅方法啦，即係可能有啲又話用鹽水啊，有啲就話要用少少藥性嘅藥水啊咁。其實有冇啲咩嘅即係選擇上嘅即係分別嘅咧？一個好問題，因為好多時咧喉嚨痛，大家就去啷口啦，或者揾啲嘢噴下喉嚨啊、含下喉糖啊咁樣，即係先嚟睇醫生都會有嘅。咁但係咧，其實原來啷口咧，其實佢喺治療頭先講一啲扁桃腺炎啊，或者係扁桃腺膿腫啦呢啲其實功能上咧就唔係太多，只係一個輔助嘅性質。佢雖然咧有機會減輕口腔啊、牙齒啊，或者啲細菌或者口氣嘅異味啦，但係佢唔能夠真正咧去可以處理到一啲譬如細菌感染啊、膿腫啊呢啲咧，全部咧都係唔能夠替代藥物或者手術治療嘅。咁當然啦，如果佢個病徵係輕微嘅或者有時真係佢只係一啲結石啊，或者係可能口氣嘅情況咧，係可以用漱口去減少嘅。咁佢有效減輕到一啲口腔細菌同異味嘅。不過講起結石咧，睇資料我覺得有一個真係好得意，都好留意到就係話，飲汽水係有助即係減少個即係結石繼續積喺度啦，或者可以溶解佢。有冇病人咁問過？有冇可能小朋友會問多啲呢個？咁當然啦，冇任何嘅醫學實證就話呢樣嘢係有效啦。咁亦都好多時病人就話想用自己嘅方法咧去移除扁桃腺上面嘅結石。自己喺度整啊？係啦，都有啊，我哋都有病人試過用牙籤啊、棉花棒啊，好多唔同嘅儀器走去嘗試去移除扁桃腺上面嘅一啲白點啊，或者懷疑結石啦。咁當然呢個麥德醫生梗係唔太建議啦因為咧有機會咧將啲結石可能越推越入啊，更加難走出嚟啦，亦都有機會令到個扁桃腺流血啦咁同埋好多時有機會可能佢係一啲扁桃腺嘅分泌物啦，根本就唔係咁容易可以清除得到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同病人去做檢查啦咁當然有時候咧，如果醫生見到個結石係可以能夠移除咧，醫生會用儀器幫佢去拎出嚟嘅亦都有時可能用沖洗嘅方法令到佢排出嚟嘅。咁但係咧移除咗結石就唔等於根治咗呢個問題喎，因為其實扁桃腺上面有好多個深坑嘅佢都有機會藏住其他嘅位置，有藏住結石咁同埋有細菌呢啲原因咧，都唔能夠話淨係單一靠即係清除咗粒結石咧就根治嘅。所以都要即係揾翻專業嘅醫生去協助呢件事啦，先至可以做到好嘅效果。再加上咧，即係扁桃腺發炎啦，可以頭先聽到係背後咧可以代表住唔同嘅毛病嘅。咁究竟點樣去即係對症下藥咧，就要做好嘅檢查啦。喺度咧，今日唔該晒有邱其聰醫生同我哋嘅講解，thank you。好，唔該。